最難賣嘅就係呢啲貨，瘋狂咁樣拉踩，咁嘅樓啊自然就唔保值。只要個價夠平，咩都唔重要。歡迎收睇中山房產參謀頻道嚇，呢一期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個買樓比較實用嘅基本邏輯嚇。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大家喺睇樓嘅時候，一定要先睇佢呢個小區大面積同埋小面積呢啲樓嘅配比。如果大家喺度睇緊啲細面積住宅嘅，一定要睇睇佢呢個小區大面積住宅嘅配比高唔高。第二呢，就係如果大家喺度睇啲大面積樓嘅，一定要睇睇佢呢個小區啲細面積嘅住宅配比高唔高。大家聽起身可能蒙查查咁樣，但係唔緊要嚇，我哋接落嚟再同大家詳細咁樣講清楚，因為大家可能對啲房企嘅開發邏輯唔係咁清楚，同埋二手樓呢種供需關係，大家理解得唔夠透徹。如果接落嚟我講嘅呢啲邏輯思路，大家可以用得到嘅，覺得有用嘅，記得幫手點翻個 like， 點翻個關注下。我保證呢條視頻呢，佢嘅作用比你加100個中介都有用。咁就係房企佢喺初期設計呢個項目嘅時候，只要呢啲樓盤裡面佢配置咗一啲高貨值大面積嘅呢啲住宅，佢嘅定位就一定要偏向呢啲大面積住宅嘅需求去靠攏。因為呢啲樓本身貨值又高，面積又大，利潤又高，導致呢啲客群非常之少，往往呢最難賣嘅就係呢啲貨。我同大家舉個例子嚇，比如大家喺度睇100平方左右呢啲三房嘅時候，咁呢幾個發展商嘅品牌、總價、單價全部都差唔多嘅情況下，往往係邊個小區大面積啲樓佔比越多越貴嘅，咁佢嘅成本就越高。往往呢啲咁嘅小區呢，佢嘅園林綠化、公建配套都會比其他小區要高，因為佢嘅成本擺住喺呢度。但係如果反翻轉嚟，呢個小區佢最大嘅面積就係100平方嘅，基本上就冇大面積嘅。咁呢個發展商佢抌入嘅成本一定唔會太多，因為呢啲咁嘅小區佢本身就係剛需嘅。啲人最睇重嘅就係佢呢啲價錢夠唔夠平，夠唔夠抵。嗰啲咩園林啊、綠化呢啲嘢，只要個價夠平，咩都唔重要嚇。所以對於發展商嚟講，佢前期嘅設計純粹就係剛需嘅社區，因為只要性價比夠高就可以啦。但係你睇喺實際二手樓嘅過程裡面呢，就呢啲配置低嘅小區，往往佢嘅保鮮期都比較短嚇。而且你睇我哋從一手變成二手嘅呢個過程裡面啊，你會發現啲咩呢？小區裡面一手樓佢嘅單價往往係由呢個小區最細面積呢啲戶型去決定嘅。即係大家搞清楚一個邏輯就係，你睇一個小區，佢越細面積嗰啲咁嘅樓，佢置換週期就越短。比如話80平方呢啲咁嘅樓，可能係佢人生第一個階段買嘅樓。咁你如果屋企人口多咗啦，結咗婚生咗仔，自然逼劫，咁你可能就有一個置換嘅需求。但係140平方呢啲樓呢，佢就唔會咁樣啦。亦都係話呢種小面積嘅樓佔比越高，二手樓嘅掛盤量就越高。咁掛盤量越高嘅情況下，流通性就越差。咁流通性差，呢個小區呢啲咁嘅樓啊，自然就唔保值。呢個就係供需關係。咁相反就係140平方呢啲樓，基本上都要一家5口先住得落嘅。所以佢如果冇咩特殊情況、特殊需求嘅情況下呢，佢喺呢幾年呢，佢都唔會置換嘅。咁呢啲大面積嘅樓越多呢，反而佢呢啲小區嘅掛盤量就越低。亦都係話二手樓喺一定時間內呢，佢嘅掛盤量會比較少。反而呢，呢啲咁嘅樓會相對比較保值。咁喺呢度講翻後半句呢，就係點解買呢啲大面積嘅樓，反而要睇睇佢呢個小區細面積樓嘅配比。因為往往一個小區佢喺生長嘅過程裡面呢，佢起步嘅面積越細，喺二手樓裡面呢，佢嘅掛盤量就越高。比如話大家買個140平方或者更大嘅樓啊，一旦呢個小區存在一堆嗰啲咩50方、60方、70方呢啲細面積嘅樓，咁呢啲咁嘅小區掛盤量根本係冇可能會低嘅。咁掛盤量一高，佢就會瘋狂咁樣拉踩成個樓盤呢啲咁嘅均價。咁呢個時候如果你買嘅面積越大呢，
你啲總價越大，咁你係越麻煩啦。當然其實呢個呢唔係最難受嘅，因為好多買呢啲大面積嘅樓呢啲人呢，除咗想享受一啲優質嘅園林一流嘅環境同埋呢啲優質嘅物業之外呢，仲希望有一啲千金澤居、萬金澤鄰呢啲咁嘅感覺嚇。咁隨住呢個小區嘅價錢變得越嚟越低，置換率越嚟越高，呢個小區嗰啲咩人民啊、圈層嗰啲，同你諗嘅會變得越嚟越唔一樣嚇。呢個先係最痛苦嘅。但係你睇翻轉頭呢，如果仲係140平方嘅需求嚇，呢個小區比如佢嘅起步面積就係140或者120平方。咁呢啲偏大戶型起步嘅呢啲咁嘅小區呢，呢種二手樓呢會好好多，而且呢啲咁嘅項目整體佢嘅貨值都比較高啊，所以設計嘅前期各類指標呢都會比較高。咁總結起身呢，就係買細面積嘅樓要睇呢個小區大面積樓嘅配比究竟高唔高，越高越好嚇。咁反之咧，就係買大面積嘅樓，要睇呢個小區細面積嘅樓嗰啲配比越低越好嚇。唔知咁樣講大家聽唔聽得明白？如果聽唔明唔緊要，大家多重複睇多幾次嚇。當然如果覺得我講得啱嘅，大家點翻個讚，俾翻個 like 嚇。